隨着社會結構的變遷，越來越多的年長人士正在選擇或被迫面對獨居生活。無論是出於個人選擇、單身、離婚還是喪偶，獨居退休生活既帶來獨特的挑戰，也蘊含着難得的機遇。如何在這段人生旅程中保持安全、財務穩定和生活品質，已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。安全及安心應是獨居生活的首要考量。現代科技為此提供了多種解決方案，從智慧長者安居系統到醫療警報裝置，都能為獨居長者增添一份保障。同時，與可信賴的親友建立定期聯繫機制，對住宅進行合適老化改造，如加裝扶手及改善照明等，這些措施都能降低獨居發生意外的風險。而備長期護理保險，財務管理更是獨居退休人士需要精打細算的課題。制定詳細的預算計劃，確保退休金能夠覆蓋獨居生活的全部開銷至關重要。除了最基本要有的醫療保險以外，還應考慮長期護理保險的配置，以應對可能產生的大額醫療支出。向專業理財顧問查詢，做好資產配置及遺產規劃等，都是明智之舉。建立強大的社會支援網絡是抵禦孤獨感的良方。保持社交活躍度，積極參與社區活動，加入興趣俱樂部或擔任義工，都能幫助拓展社交圈。現代科技也為跨代溝通搭建了橋樑，通過視頻通話和社交媒體，即便相隔千里，也能維繫親情友誼。前瞻性的規劃同樣不可忽視，準備完善的法律文件，包括安心三寶、遺囑、持久授權書和預設醫療指示，確保個人意願能夠得到尊重和執行。與家人開誠佈公地討論醫療護理偏好和最終安排，是對自己對家人負責任的體現。維持身心健康是享受獨居生活的基礎。定期進行適度的體育鍛煉，保持均衡的營養攝入，通過閱讀學習和培養新愛好來保持認知活力，這些都是提升生活品質的有效途徑。獨自生活，除了自己準備三餐，也能選用合適送餐服務來確保飲食健康。住房選擇需要慎重考慮，無論是改造現有住宅實現原地養老，還是選擇規模適中的退休社區，都要以安全性和便利性為首要標準。這些選擇不僅關乎居住舒適度，更關係到社交機會和社區支持的可及性。獨居生活最珍貴的莫過於那份難得的自由與寧靜，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每日行程，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愛的活動，享受不受打擾的靜時光。學會善待自己，培養能夠帶來愉悅的日常儀式，讓獨居生活成為一段自我發現和自我實現的旅程。獨居退休生活確實需要周詳的規劃和積極的心態，但這並不意味着必須犧牲生活品質。通過關注安全、財務、社交聯繫和健康等關鍵領域，長者完全可以享受獨立自主的退休生活，在安寧與自由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晚年。這不僅是個人選擇，更是一種生活藝術的體現。